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希，歡迎收睇華達五金。我哋公司旗下嘅木井坊由1982年開始以木藝匠心出發，至今2000年開始，我哋已經深耕於平水儀嘅領域。由一開始嘅6032同埋今日嘅4167都深受師傅愛戴，至今我哋已經超過20年嘅經驗啦。我哋有全港唯一嘅自設平水儀校正工場，確保每件工具出廠前精準最高，同埋提供專業快速嘅維修服務。隨着鋰電工具嘅普及，好多師傅都希望用到佢手頭上嘅電池喺平水儀身上啦。今日威克斯就嚟實現大家願望。Watts W005 係一部12線嘅綠光平水儀啊！佢採用 Osram OC 落50毫瓦嘅激光管，條線光得嚟又唔會太粗。佢兼容其他 Watts 20W 工具嘅電池，機身細粒，你睇下佢喺我手上就知幾細部啦。佢嘅精準度達到5米內正負 1.5mm， 貼牆最近可以貼到9mm， 做泥水用嚟砌牆就正啦。而貼頂咧就可以去到6mm 咁近，做角位一啲都唔使煩啦。V 係代表垂直線 ，H 代表平水線 ，M 就係切換模式，可以切換到爆閃嘅功能。好多師傅最關心嘅時候，一定係猛烈陽光平水儀嘅表現係點？一齊帶大家睇下。而家嘅時間係12點29分，12點半，一齊睇下佢嘅光度係點啦。如果真係比較難睇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開着佢嘅爆閃功能，你會睇到條線閃閃下嘅時候，就會容易啲睇到啦。佢配有遙控操作，開水平線同埋垂直線都唔使爬上爬落，慳力又方便。無論吊頂、門窗、樓梯、水電放線定係冷氣管道定制安裝，佢都應付自如。貼磚裝地板，條線又直又準。大家仲可以選購兩個好用嘅配件，一個就係呢個磁鐵掛牆支架，佢可以俾你360度前後左右微調，高空做嘢嗰時仲可以配備遙控使用。另一個就係呢個3腳底座，佢可以俾你喺唔平嘅地方裏面微調佢嘅高度。好啦，一齊嚟睇佢嘅續航力。一粒2.0嘅電池可以用到9個鐘頭啊！你話犀唔犀利呢？而且佢3邊嘅鋁合金窗框對於佢嘅激光管係保護非常之好啊！成部機淨係得0.68kg， 你話輕唔輕啊？喂，幾時有得賣？喺你睇緊呢段片嘅時候已經開賣緊啦，仲唔快啲去鋪頭了解下？想知道更多平水儀嘅消息或者其他新品嘅資訊，歡迎大家留言 comment 咧，share 俾我哋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用還用，平水儀始終都係儀器，唔好又掉又踢啊！每日開工像開新